嗨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 Kyrie。我们今天到台中，啊，妈呀，好热哦，超热，快要蒸发了。这间牛排很牛，炭烧牛排，听说它很美式，因为我太想念我在美国的时候吃到那种真的美式牛排了，然后目前回来台湾还没有遇到，我觉得真的美式的牛排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所以我决定要来试看它到底有多美，有没有很美。门口的这个冷藏柜，它看起来好像就是显示它很新鲜。有啊，还有英文啊，很美式啊。然后感觉很新鲜的样子。那个饼是神的牛排。神哦。OK 好 ，OK 好，走，直接去吃吧，一起吃肉，直接去吃吧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先帮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菜单。我们这边的话，主要低消是1人1客主餐。那另外的话，我们还有提供一个自助吧。自助吧的话，我们有汤、小菜、泡菜、饮料、冰淇淋。那我们菜单前面的话都是牛肉的主餐，吃牛的话也有提供非牛类的主餐，还有猪排、鸭胸。对，德国猪脚，还有提供单点的一些饭面、沙拉、炸物的部分，这个都可以做另外的加点。那另外跟您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店内的环境，我们的话是属于比较美式炭烤的风格，使用木炭、纸火炭烤的，然后装潢的话就是比较属于工业风的风格，比较美式这样。自助吧有饮料、冰淇淋、浓汤，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带你们看一下他们的烤牛排的过程，看起来很厉害哦，因为它是那种透明的玻璃，可以看到里面的。走啊！冰淇淋他们是用那个明治和明治旗下的，我忘记名字了，但看起来很好吃啦。酥脆黑饼干，这个我最喜欢。草莓看起来很好吃哎，芒果、香芋红豆，香芋我比较还好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吃这3个吧。蛮有诚意的饮料，它是柳橙原汁，它是100%冷压的，然后是果日饮。因为我以前有买过果日饮这个牌子的冷压果汁啊，然后真的都很好喝，它是100%，它是真的厉害。它的汤有罗宋牛肉汤哎，它有牛肉汤哦，感觉牛肉汤就很厉害，它是有牛肉那种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韩式泡菜，很酷哎！它在美式的牛排店里面有韩式泡菜，这是腌萝卜，韩式腌萝卜。哦，菜点下去。我觉得美式牛排加韩式的很不错，因为它可以解腻，它是有提供蔬菜的哦。它厨房是半开放式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它制作的过程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吃牛排都看不到里面的厨房，所以我不知道里面是怎么做的。它是这样子烤，真的是炭烧的。对啊，你看它真的是炭烧的，而且它的那个炭的那个炉子都算很干净。你看它那边牛肉正在切，应该是汉堡排吧，圆圆的那个，好可爱。起司汉堡排，它再加这个酱，好像很厉害哦。这感觉是那个牛油不滋不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。哇，这看起来就很厉害，那种痕迹看起来就很厉害。因为我自己在家里烤都不会有这个痕迹。你看它那个火直接是用炭烧牛肉，是真的炭烧牛排耶，不是假的那种。看得我好饿哦。它现在在抹的那个油是什么油啊？我想要知道。那个抹的油是奶油。对，它会让牛排的色度和烫色比较均匀。我们这样烤大概是几分熟？我们一般都会7-5分的熟度，除了只有黑利牛，它是瘦肉的部分会建议3分。它一般会烤5分熟，然后如果我们觉得不够熟的话，再用它附的小小的炭火石烧来加热，加热给你们看。因为我一定不会吃5分熟的牛排，你一定吃血，就是没有血的，没有血，我看到血就吃不下去啊。如果真的好牛肉，其实它是看不到血，吃起来是很 Q 软的。因为牛肉干很明显就可以吃出好吃跟不好吃。牛肉很明显可以吃出它的那个新鲜度。我不太吃组合肉，有个原因是因为我就容易过敏，我有时候吃到全家屋就容易过敏。然后自家店呢很牛，它真的很牛，因为它是都原肉，它没有组合肉。汉堡排可能是啦，但是汉堡排也是用牛的碎肉去做的，而且备料看起来也很干净。他们汉堡排是自己做的那种，他们连洗碗都有戴手套哎，蛮干净的。身为处女座，餐厅有没有干净，但是首选。我要看到这刀子的时候被可爱到哎，这是斧头帮吗？对啊，不。这个刀子超可爱，小小的，这是他们自己做的牛排刀。这个是安格斯沙朗器，这是安格斯沙朗器，是特选，那是特选单峰。
特选单否是新品，好期待哦！我今天都还没吃东西哦，现在是下午2点半，可是很饿的哦。是什么？这个新品啊是特选丹佛。特选丹佛。哇，这个圣斗士你是完全不行。可是它这个色泽是算是很厉害的。来喽。好，当你看到这个很深的时候，就用这个。对，这叫做炭火石烧。你看，立刻就变成更熟，熟度就可以自己掌控。炭火石烧的时候，就是当你的牛排可以给它炭火烧一烧，牛肉就会变成你想要的熟度。好期待哦！这个新品丹佛特选丹佛，它这个是比较软嫩，我们吃原味，它有酱可以蘸，我现在先吃看它的原味。好好吃啊，一点牛肉腥味都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是完全没有蘸酱，可以继续一直吃一直吃。那你要挑战红色肉吗？好，我挑战一小块，很嫩。它是有一点红红，可是它不会有血流出来耶，还是有一点点血啦。给你们看看这个，看到粉嫩粉嫩的肉。它吃起来完全没有腥味，好的肉完全没有腥味，新鲜。很新鲜，所以我敢吃，不错不错，有一种好像回到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吃牛肉的感觉，好吃。我这个赞可是很难给别人的，这个是比较有嚼劲，比较多筋的，叫做沙朗星。安格斯沙朗西。它是比较有嚼劲的感觉，但是不掉，我用这个，这超好切的，专门切牛排，切筋的。你要小块一点吗？我要小块的。那我现在要吃看看这个沙朗星，都什么酱都不沾直接吃，好有嚼劲哦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我爸会很喜欢，但我自己比较喜欢软嫩的，但是它的筋是好吃的，对，是好吃的，是那种有甜味的那种筋哎，这很好吃哎。哦，我觉得以沙朗来说的话，它大概算是沙朗中的王。这个是我们家点的盐烤大草虾，我出门都是不用剥虾的，因为我老公会帮我剥好。给你们看这虾子，虾子超大的哦，而且刚刚在剥虾的时候，它的虾膏太多了，还喷到了凯瑞的衣服上。大概跟你看我比个7，虾子跟它差不多大。新鲜哦，它很有嚼劲，然后超新鲜、超好吃的。我现在把虾拿来沾它的酱，而且它的酱好像都自己做。你也喜欢吃蘑菇酱哦？我是蘑菇达的啦，我喜欢吃各种菇菇。它虾子很好吃耶。然后当然吃它的汉堡肉，汉堡肉上起司汉堡排，好好吃哦！汉堡肉100分，一起吃好吃，因为它的马铃薯很甜。它马铃薯泥超好吃的，我已经讲无数次很好吃，就代表真的很好吃。因为之前我们有一次原本要去排一间美式餐厅，后来没有排。本来想说好像很难订，终于订到，外面都是排队的人，然后打算进去里面拍，最后这部片就是完全没有剪。然后我给你们看这个它的那个罗宋牛肉汤，你看这么多牛肉，超有诚意的，很好喝哎。这牛肉汤比我们上次去吃情人节采粉牛肉汤好喝很多，就是牛肉那种鲜味，然后都在汤里面，真的好喝好。还有小菜。哦，小菜忘记了，它这可是韩式的小菜哦，辣泡菜跟腌萝卜。我跟你说，我对腌萝卜可是要求很高，因为我婆婆做的腌萝卜真的是超好吃的。不错啊。好吃哎，它不会很甜，不会很酸，它是属于偏软一点的萝卜，很辣。这也不错。它这个韩式泡菜超好吃，我觉得它可以单独卖韩式泡菜，甜，有一点甜甜的。它现在有个活动名称叫做“一起吃肉肉”，第2件8折。它还有这些会员的会员银卡、白金、黑金，你消费满3万就可以成为传奇会员。